来继续来看平湖白沙饲蚵仔的人家，伫咧判蚵仔卖的时阵，意外来判到一粒珍珠，讲要摕出来义卖，义卖所得要捐出来做好心。抽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有被一些壳肉包覆起来。蚵仔一个掰开，白色珍珠就藏伫内底，色水正天然，饱甜佫无断点。业者讲，掰蚵仔30年来毋捌拄过这款情形，即摆是养殖场的实习生无张第发现的。然后发现这壳肉上面怎么有一颗白白的？一开始我以为是它的壳壳，但是摸尾下来发现，就是它是一颗珍珠。平湖因为风台关系，蚵仔价拢害了，即摆还伫福建，伫咧昨以外得到这个珍宝，头家娘就甲号做是灾后之珠，牟利也都损失啦，做最后的整理才会发现这一颗，所以我们才把它称之为灾后之珠。这粒珍珠差不多有0.9公分，这款情形真正真罕见，连珠宝业者拢讲真难得。珍珠形成过程是因为有物件入到伊的肉内底，蚵仔本身的分泌有碳酸钙珍珠层甲包起来，时间若愈久，这个珍珠就会愈大粒。今天发现这颗珍珠，牡蛎珍珠还蛮大颗的，也算稀有，而且它颜色有点粉嫩的，非常可爱漂亮。10迷你的珍珠，一般价位大概2、3千块到1万块左右。这款的珍珠伫市面上真罕见，业者人将伊收藏起来，当作是传家宝。因我这间饲蚵仔场拍算要摕去义卖，这现款的捐出来做公益，让珍珠变成好运的代表。Hello， 我是谢嘉璇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